即摆咱台湾食手续茶文化是真时行，即几年伫法国嘛会当看到袂少台湾手续茶店头，其中嘛有以台湾好名的店哦。这是咱台湾两个少年家因伫咧2018年创立的牌子。因讲台语甲食手续茶，毋若是身份认同的展现，嘛希望会当透过这种方式，互外国人了解咱台湾的文化。 50% sugar? Yeah. Okay. 要外甜外济变革，店员拢通调整。不过店内的人客拢是外国人。这是在法国巴黎开的台湾饮料店。创办人林铁群和老何祖两人是8年前在巴黎读流行设计熟悉的。因讲，若珍珠奶茶、像蚵仔奶茶和台湾口味的咖啡，拢真受欢迎。 阮其实嘛是会烧阮台湾人生活的方式，阮的文化，选你家己介意的茶，选你介意的长度，甲你所爱的物件，所以其实伊是一个现代人享受茶的方式。创办人表示，特别用台语来做发音来开店，除了是因身为台湾人的身份认同，嘛毋望透过台语甲手续茶，互法国人了解台湾的多元文化。 我自己也是后来去到法国，生活了之后，我才有发现说，哦，其实整个台湾真正的核心是什么？再包括所以我自己也本身也觉得说，是想要开始去把台语学起来，这样就是把那个我说的就是失去的那个根找回来，这样子。 店内大部时有法国的民众和游客来交关，嘛请袂少来法国生活的台湾人。所以表示，因为法国原来是多元民族的国家，所以因对台湾文化的好奇和接受度嘛真高。法国伊其实是一个移民社会，其实因遮人种就侪，对，我感觉因应该从细汉就。 不管是邻居啊，还是你好好的接触到就这种无共款文化的。来啉茶兼体会台湾自由佮印度的生活文化。伫咧法国大几若档的创办人表示，这对外国人来讲是真特别的体验。因讲只要有人愿意因为安尼进一步了解台湾，来到台湾行达，就是伫咧巴黎开店上大的成就感。记者卢尚珠、林飘凯，法国巴黎报道。